消化不良咧係指同飲食有關嘅一系列胃道不適嘅症狀嘅總稱，咁表現為上腹疼痛不適啦，可以伴有脹氣、餐後脹腹感、嗳氣、不願意進食或者係少進食、噁心、反胃等等。消化不良咧可以分為潰瘍性消化不良同埋單純功能性嘅消化不良。咁大部分咧係單純功能性嘅消化不良嘅。功能性嘅消化不良咧同胃動力不足、精神情緒變化等等係有密切嘅關係嘅。咁有時食得多生冷嘢啦，或者食得多油膩嘅嘢都可以導致消化不良嘅。咁對於功能性嘅消化不良咧，其實我哋係可以通過合理嘅膳食嚟改善㗎。我哋建議你補充蛋白質。人體中嘅消化酶咧係具有促進食物消化、吸收同埋利用嘅作用嘅。咁如果消化酶不足咧，食物嘅消化吸收就會變慢，甚至乎被阻斷，就造成消化不良、胃酸過多、胃潰瘍等等。要保證人體中有足夠嘅消化酶，就必須保證每日都攝入足夠嘅蛋白質，因為蛋白質係參與消化酶嘅構成㗎。我哋建議你補充 B 族維生素。人體缺乏 B 族維生素係會導致胃腸蠕動無力、消化液分泌不足，從而咧係造成消化不良、便秘、口臭等等嘅。咁由於 B 族維生素全部都係水溶性嘅，係唔可能喺體內儲存，因此咧係需要經常通過飲食嚟補充嘅。胃動力不足嘅時候，消化能力就會減弱啦。咁食物我哋就要選擇一啲細軟易於吸收嘅，嚟減輕呢個胃腸嘅負擔。咁同時我哋建議你呢個烹飪方式最好係選擇蒸啦、煮啦同埋燉嘅。嗱，咁食物咧咬得越爛，分泌嘅唾液越多，就越能夠促進食物嘅消化。並且食物進入咗胃腸之後咧，係對胃黏膜都有保護作用嘅。消化不良同情緒、心態係有密切嘅關係，因此平時我哋要保持精神愉快、情緒穩定，避免緊張、焦慮、懊惱等等不良嘅情緒嘅刺激。同時我哋要注意勞逸結合，防止過度疲勞啊！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